頭髮點樣變咗，所以變咗一個AI 大模型出嚟啦。咁亦都係繼續可以發展嘅嚇。好，我哋休息一陣先嚇。我咁早出門口都趕唔切，乜追星咁難噶？一追再追，只想追個生命裏一分一秒，爭一秒咋？叫咗你出門前睇定881903.com 嘅交通消息同封路措施，再聽埋馬路的士嘅交通報道，咪實同到佢 selfie 咯。你睇下，佢仲搭住我膊頭啊！我又要，你恨唔到咁多噶啦。下晝2點半。雷霆881新聞報道。依家由黃柏薇報道新聞。聽日係全民國家安全教育日，特區國安委聽朝早會舉辦全民國家安全教育日開幕禮暨主題講座。港澳辦主任夏寶龍將以視像方式出席並發表主旨致辭。國安委主席特首李家超表示熱烈歡迎，並衷心感謝夏寶龍一直對香港嘅指導、關懷同支持。李家超話：香港特區負有維護國家安全嘅憲制責任，必須以總體國家安全觀為指導，把握一國兩制下維護國家安全嘅實踐要求，堅定維護國家主權、安全、發展利益。國安委舉辦全民國家安全教育日，統籌系列學校同社區活動，有助提升全民維護國家安全意識同責任感，有助推動全民自覺維護國家安全。政府宣布煞停原定最快9月推出嘅籃球博彩，原因係近年新興嘅預測市場急速發展，可能助長非法賭博。有份審議2025年博彩稅修訂條例草案嘅選委界立法會議員吳傑莊喺本台節目話，預測市場喺近1年半載先至開始變為聲名大噪、炙手可熱嘅議題，認為政府考慮清楚先至做決定係無可厚非。佢又話預測市場上使用嘅係外國穩定幣，加上難以全面禁止本地用戶登入相關網站，的確為監管者帶嚟一定困難。同樣有份審議條例草案嘅體育、演藝、文化及出版界議員霍啟剛話：尊重同理解政府嘅決定，認為煞停推動同立法原意冇衝突，只係適時作出檢視同研究，將有助未來政策更好地落地。國家主席習近平喺北京人民大會堂同訪華嘅西班牙首相桑切斯會晤。習近平話：中國同西班牙關係始終穩步發展，打造具有戰略定力嘅中西關係。當中重要經驗就係基於共同利益作出正確決策。雙方要共謀創新發展，加強貿易、新能源、智能經濟等領域合作，推動兩國全面戰略夥伴關係取得更多成果。習近平又話：當今世界亂象叢生，面臨公理同強德，共同捍衛真正嘅多邊主義，維護以聯合國為核心嘅國際體系，同埋以國際法為基礎嘅國際秩序。桑切斯話：西班牙堅定恪守一個中國原則，高度重視中國嘅大國地位，堅定致力發展具有戰略定力嘅西中夥伴關係，希望加強貿易、投資、新能源等領域合作，促進人民交流，願同中方密切溝通協作，共同應對挑戰，維護國際法同多邊主義，亦都反對新冷戰同埋脫歐斷鏈。呢節新聞報道完。天氣報告。本港地區下午及今晚天氣預測：下午短暫時間有陽光及炎熱，今晚大致多雲，吹和緩南風。展望未來1-2日，日間炎熱，星期五同週末期間有幾陣驟雨，短暫時間有陽光。氣溫29度，相對濕度74%。財經 online。恒生指數最新報25,805點，升144點，成交額1718億。國企指數8643點，升41點。幾隻活躍港股，盈富基金26個1毫4，升1毫8。騰訊控股490蚊，冇起跌。泡泡瑪特162個2，升10個7。阿里巴巴124個2，升1蚊。內地股市方面，上證指數報4009點，升20點；深成指數14554點，升146點。
港元對幾隻貨幣價：美元7.757、7.881，加幣5.617、5.779，歐元9.089、9.319，英鎊10.387、10.784，瑞士法郎9.869、10.122，澳元5.449、5.605，新西蘭元4.535、4.68，每百港元對人民幣86.2、88.3，每千日元對港元48.41、49.97。嚟自財經消息報道完。一圈圈，梁太來、朱青、天恩之前去美容院度做 facial 叫面部撥筋，就好似你塊面做瑜伽咁樣，能夠令到你提亮氣色。因為個價錢問題咧，所以我係冇買到係啦咁樣啦。嗰個美容師好好喎，一路做緊嘅時候去第二間度。佢唔係咁樣講，佢只不過係話其實呢啲面部撥筋你係可以自己喺屋企做嘅。哇，倒米啊！呢個美容師，即係如果我呢個老闆，好喎佢，我覺得。哇！你可以自己做啫。咁但係佢都係美容師嘛，佢啲手勢同你自己，佢啲手勢點會係一樣咧？佢就話如果你自己喺屋企做咧，你就做最基本最緊就碌下巴嗰個顎骨嗰度啦。係啊，唔怪得我成日見到啲闊太朋友喺屋企咧係咁碌。喂，真係有用喎！一圈圈，同聲同步，人人881。用心跑，有愛就有家。做義工都識到一班好似屋企人一樣嘅朋友。香港麥當勞叔叔之家聚集咗一班溫暖嘅義工，用無限愛心同歡樂填滿患病兒童嘅童年。一班義工仲用愛陪伴佢哋一齊積極面對同打氣。每位義工用自己嘅力量支持香港麥當勞叔叔之家30年，未來繼續拖住手一起走。麥當勞兒童愛心馬拉松，用心跑，有愛就有家，支持香港麥當勞叔叔之家30週年，商業電台愛不停步。羅盤在心間，參破星斗山外山。就係一本叫《藥師經》，個叫七難啦，人中疾疫難啦，即係話有病毒呢個難係乜嘢？係排第一嘅咧，就《藥師經》。大家都知道啦，大家有幾年俾個新冠搞咧。被困。第二個咧就係應而家講呢個啦。係冇錯，就係他國侵逼難。他國侵逼即係第二個國家打你哋侵略。而家你睇烏克蘭啦。你睇中東啦，全部都係應呢個喎。咁你諗下《藥師經》幾勁咧？頭嗰兩個都講晒而家我哋呢一個現況。天星結聚做模範，東方之珠顯非凡。星期六早上10點，李居明、江美儀、林記韻，新光黃報當代粵劇團聯合呈現潮爆開運王。每個人都希望生活喺一個安定嘅社會，國家安全係社會繁榮穩定嘅重要基石。堅持和完善行政主導，統籌發展和安全，落實愛國者治港，構建和諧美好生活，國安才能港安，國安才能家安。維護國家安全，人人有責，我哋一齊參與。進可攻，退可守，捕捉大市反應。人生交叉盤陪你穩中求勝。陳永樂，嘉賓主持黃偉豪。好啦，個市又上翻啲咁多嚇，咁啊升幅嗰度擴大翻啲，咁啊升160點啊，25821。咁啊就成交，不過仍然都係好慢啊！咁啊1743億嘅成交啫，咁啊仍然都係咧喺恆指成分股啊咁啊之中，即係升幅今日咧就普普馬特就6.8% 嘅升幅啊！咁啊排第一位，跟住就龍湖啦，6.2%，京都物流就5.8%，跟住咧百度都有成3.6% 嘅升幅，橋啦，咁亦都係咧，咁枕住都係即係挑戰緊40蚊高位㗎啦。咁3.4% 嘅升幅今日嚇，咁就大家見得到，即係嗰個市場咧，有啲人話，咁成日睇住啲科技股，咁但係原來少少咧有啲中特股，大家依家少咗講中特股㗎。係啊，咁啊就但係原來發覺咧就係即係早一輪就業績宣佈啦，即係喺3月
份最尾嗰扎咧，咁就尤其內銀股咧出業績啦，內險就亦都係出晒啦。內險就大家都覺得係舊年第四季度有少少差嘅，咁所以變咗咧就即係將即係本來睇得好好同埋個股價升得好犀利嘅幾隻嘅保險股都有少少叫做咧跌翻啲落嚟嘅。但係反為到翻轉頭見到即係個慢慢升嘅好升跌幅好細嘅內銀股咧，就原來咧係發覺好多隻咧已經係一個係歷史高位嚟嘅喎，悄悄地啦嚇，咁可以數到都好幾隻啦，就即係工商銀行咧，今日又係創咗歷史嘅高位。嗱，記住呢個咧係除淨咗之後，即係話計埋息口嘅嚇。咁709啊，今日最高7.09， 3988亦都係一樣嘅嚇。今日亦都係創咗歷史嘅高位嘅，5個1毫2最高，依家5個506。咁3328咧就未到。咁交通銀行原來但係交通銀行咧已經即係舊年以來咧都已經係做咗一個歷史嘅高位㗎啦嚇，咁舊年就今年咧叫做平，咁原來發覺我頭先睇到交通銀行就匯豐銀行都仍然揸住交通銀行10幾個%㗎嚇，即係都唔少㗎嚇，所以唔怪得知交通銀行創新高即係息口有成5.8%，匯豐都收益不少嘅嚇，咁睇到唯獨是939建設銀行咧都係差少少8個5毫半咧就歷史高位嘅嚇，咁但係依家8個4毫3，咁好啦，咁我想問下 Rafi 咧，即係內銀股嗱，枕住依家咧都佢哋叫做咧大部分我哋講緊即係國有商業銀行有好幾隻啦，咁有啲就非國有商業銀行啦，咁其實都係大部分咧國有商業銀行都有5厘樓上嘅息口嘅，係嘛？咁呢個5厘樓上都好難得嘅，即係佢已經股價叫做已經歷史高位嘅咯，即係都有。咁係咪呢個係唯一支撐係嗰個股價？一話其實佢哋嘅業績都其實都唔錯咧嚇。咁我諗即係叫做幾樣都有啦。咁當然一嚟啦，本身呢個零兩月個市況都明顯地走勢係即係爭啲啦。又譬如講年頭嗰2萬8可以褪落嚟，咁再加埋過去呢個零月又加埋嗰啲即係地緣局勢戰事嗰啲因素，咁所以即係令到資金嗰個取態都有部分係會拍翻落去啲比較穩陣啲嘅股份嘅板塊度啦。咁內銀股絕對都係呢一類啦，因為一嚟業務面係比較穩定嘅，咁同埋就算唔係話咩高增長都好啦，咁如果你真係計實際業務面方面嚟講，除咗舊年份業績大致上都係比較平穩之外呢，實際同頭先講業電台節目重溫服務計劃，就可以隨時隨地重溫翻雷霆881同叱咤903嘅精彩節目內容，讓你緊貼住香港同世界各地嘅最新動向同娛樂資訊。快啲成為我哋881 903會員，只要訂購商業電台節目重溫服務計劃，就可以隨時隨地重溫翻雷霆881同叱咤903嘅精彩節目內容，讓你緊貼住香港同世界各地嘅最新動向同娛樂資訊。快啲成為我哋881 903會員訂購啦！投資組合去睇嘅，即係都係建議投資者譬如自身都一個 portfolio 去睇。咁你成個組合裏邊，你有安徒生嘅家鄉嚟嘅。近日呢，佢哋都沿住河岸邊設置咗紅色光嘅路燈。因為呢一條1.3公里長嘅路呢，兩邊係雀鳥、蝴蝶同埋青蛙等等嘅屋企嚟，用翻啲微紅嘅路燈去減少嗰度嘅光污染，等啲動物呢可以維持翻佢哋正常嘅晝夜周期，唔會搞到佢哋呢分唔到日同夜啊！大佬，佢哋唔係好似我哋咁放咗工嘅夜晚喺屋企都仲想開住燈，唔想瞓覺喺度碌電話嘅。人哋冇開 Threads 同埋冇 subscribe Netflix 噶，夜晚唔使開燈噶。啲科技股已經跌到咁低啦，咁即係啲內銀股雖然依家都仲有5厘樓上，又升咗，慢慢升下升下。如果手上未有，咁應該點選擇咧？有，梗係冇所謂啦。我永遠都叫人哋匯豐尤其呢啲咁嘅。